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嘅水晶解說系列。今日我哋要深入探討嘅係水晶界被譽為正財之石、事業貴人嘅代表，充滿神秘色彩嘅綠幽靈 Green Phantom Quartz。綠幽靈獨特嘅內含物，好似將一片翠綠山水畫封印喺晶體入面。佢嘅能量就好似一位默默耕耘嘅智者，唔單止招財，更重要係穩固事業基礎，吸引貴人相助。今日我就一次過幫大家拆解呢個事業財富發電機背後嘅挑選攻略同埋能量真相。首先，綠幽靈係水晶家族嘅一員，佢最特別嘅地方係生長過程中，晶體入面包裹咗綠色火山泥礦物質，主要係綠泥石 chloride。當水晶繼續生長，就會將呢啲礦物質層層疊疊咁包覆住，形成好似幻影或者異象咁嘅獨特景觀。呢啲內含物就係綠幽靈嘅靈魂所在，亦都係佢能量嘅來源。市面上綠幽靈種類繁多，各有特色。例如聚寶盤 Accumulation Basin， 內含物集中底部，形狀似聚寶盤，象指財富累積。千層山 Thousand Layers， 呈層疊山巒狀，能量穩定深厚，助事業步步高升。滿天星 Full of Stars， 內含物散亂如繁星，能量活潑，助提升魅力及人際關係。金字塔 Pyramid 形狀，內含物象指力量智慧，助提升領導力洞察力。而滿幽靈 Full Phantom 則係內含物幾乎填滿整個晶體，能量強大但稀有。好多人問我點解有啲綠幽靈幾百蚊，有啲要幾千甚至過萬蚊？呢度就要睇綠幽靈嘅三大等級指標。第一，睇淨度。雖然綠幽靈天然有內含物，但基底白水晶部分應盡量清透，少棉絮、冰裂雜質，越清澈越能凸顯綠色內含物美感同能量。第二，睇綠色內含物嘅形態同顏色，無論聚寶盤、千層山定金字塔，內含物形態越清晰、完整、有層次感，價值越高。聚寶盤若盤形完整，綠色飽滿，即為上品。滿天星則追求綠點分佈均勻，有閃爍感。同時，綠色內含物顏色應翠綠、鮮豔、飽和度高，避免灰綠或暗沉。顏色越靚，能量感越強。第三，睇共生礦，若有紅膠花、黃膠花等共生礦，搭配得宜會增加觀賞價值同能量多樣性，但仍以綠色內含物為主導。講到功效，綠幽靈對應人體心輪，最出名功能係招正財同旺事業，被稱為鬼佬財神，因其綠色似美金，象指正當努力所得財富。佢能吸引正財，穩固財源，透過提升工作效率，激發創意，帶來升職加薪機會，吸引事業貴人。此外，綠幽靈能量助你開拓視野，增強自信，面對挑戰更從容，對應心輪，助平復情緒，緩解焦慮壓力，改善人際關係。佩戴方面，綠幽靈建議戴左手，因其屬投射性能量，助吸收招財旺事業嘅正向頻率，吸引好運貴人。若事業停滯、財運不順或想突破，佩戴綠幽靈可注入動力與機會。消磁方面，綠幽靈能量溫和並自帶淨化功能，不需頻繁消磁，約3個月一次即可。適合方法包括白水晶簇、紫晶洞消磁、靜止1晚、月光浴、月圓之夜或活水沖洗，流動清水10到20分鐘，但需注意晶體狀況。總括嚟講，綠幽靈係一種充滿正能量，能帶俾你事業財富雙豐收嘅水晶。佢就好似一個默默守護你嘅財富管家，助你保持積極向上，穩步向前。選購時記得追求晶體淨度同內含物嘅形態同顏色，避免廉價劣質貨。希望今日分享能助大家理性挑選綠幽靈。多謝大家收睇。對綠幽靈或其他招財系水晶有疑問，歡迎留言，記得訂閱頻道。我哋下集再見，拜拜。